挑拨离间，传个讯息给你，才产生我们之间现在的两败俱伤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之前讲赞助我的钱，你赞助我的钱，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啦，我今天跟大家讲一句话啦，今天有一个艺人啊，赞助你的钱去修缮房子，请问修缮的房子，你就是没有钱，你才会去修缮房子的。好，因为家里发生气爆，没有钱，就是有一个艺人，好，艺人他拿钱来赞助你。我问你们一句话：今天朋友请你们吃饭，今天朋友请你们吃饭，朋友跟你们讲说，就是你们之间有发生一些，就是双明在中间挑拨离间呐，在中间在挑拨离间，哦，那就是因为他说你，你说他，哦，这个中间的双明就是要故意要让你们两个分分合合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要让你们故意要让你们吵架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但是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你当艺人当这么久，你不知道这个是假账号吗？你不知道这是假账号吗？一个正妹里面的好友才400-500人而已，你相信吗？在台湾我不相信啊，你是一个正妹，怎么可能你盗用人家？就是这个正妹盗用人家的账号，可是他的好友里面不到1000多人，只有几百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只有几百人而已。我问大家，好，因为这个假账号去挑拨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，好，他就说，请把我那个赞助的钱全部还给我。今天是你心甘情愿，你心甘情愿要赞助我，我没有逼你，是你心甘情愿要赞助我的，好，心甘情愿赞助我，好，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粉丝，你们遇到这个情形，如果你请朋友吃饭，好，朋友请你吃饭，你跟他讲说，假设朋友今天要给你10万块，心甘情愿10万块要给你，哦，因为粉丝在中间双米在中间挑拨，要叫你把10万块还给我，你会还吗？你会还吗？这个东西怎么讲？是大家心甘情愿，我们没有去对人家怎么样啊？哦啊，而且很好笑的是，你赞助我的，今天你赞助我钱，帮我修缮这个房子，我很开心，我很感动，我很感动。哦，我藏在心里面，我怎么可能会去讲你这些事情呢？你根本就是因为假正义嘛，你根本就是因为假正义嘛。第一点，你假正义嘛。好，第二点，你找借口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一举两得了。你第一点，你接到业配了。第一点，你接到业配了。好，第二点，你本来在 FB 不红的一个人。好，我没有指名道姓。好，你本来在 FB 就不红的一个人呢，是因为因为托我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大家也知道，吃屎哥在 FB 是比较红、比较有热度跟流量。你只是一个艺人而已，你在网络上就没有流量的东西。所有我也不要说你来蹭我热度啊，网络上啊本来就是互相增加一个互相利用的价值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好，今天你愿意来赞助我这个钱啊？你为什么还要叫我还给你？那岂不是给人家看笑话了吗？第一点，在法律上你不懂法律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个法律啊！我在法律上我懂很多事、很多观念跟概念啊。第一点，今天这个钱赞助的钱是你心甘情愿拿给我的，这个钱是你心甘情愿拿给我的。第二点，我也没有逼你，因为我就是没有钱的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然后我家发生气爆，你全心全意，你也召开你在记者会面前你也讲了，是全额赞助吃屎哥，全额赞助吃屎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在法律上你是告不了我的，为什么？
我今天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不管是传话的也好，还是怎样，大家要真的打字真的要适可而止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要祸从口出，不然到时候会变成说一些争议出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个双敏我先讲了，你因为你一个概念，因为你的关系而让我跟那个艺人就是在中间的嘛，就变成说我现在跟他不合了嘛，那不合，那他还想要叫我还钱，今天你是赞助我的，我讲一句话，今天赞助我还要叫我还钱，没这道理吧？我拿这个钱去修缮房子，你自己也知道嘛，你不要找一些借口假正义呀、你就是假正义呀、假正义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假正义吗？说到不做到啊，说一套做一套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说一套做一套啊。好，我讲一句话，你赞助我的，今天大家，我跟你们讲一句话，人家赞助你10万块20万，他哪一天不爽，心情不好，说因为双米的关系要叫你还钱，你觉得合不合理？你觉得合不合理？你觉得合不合理？完全是不合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说一句话，在今天是大家心甘情愿，而且完全就不合理的东西呀、大家心甘情愿，你要告什么？你要告什么？你要告什么东西呀、大家心甘情愿，你愿意赞助我的钱，你愿意赞助我，因为你假正义，你要当假正义是不是？因为你假正义嘛，假正义嘛，你假正义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假正义，然后在网络上你还没查明真相，你当艺人当这么久了，你还搞不清楚这个是假账号，你就因为要找借口，找借口嘛，找借口干嘛？要回来，这是你心甘情愿的。我把这些钱拿去请修缮房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还很好笑，你还想开记者会，因为赞助的钱，你就因为这样子，你就想开记者会。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今天全台湾，那是不是全台湾都可以开记者会？因为赞助的钱，中间有双名闹起哄，就要叫我把它还给你。今天是你情我愿的啦，你情我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今天是你情我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今天是你情我愿，今天是这个情形是你情我愿的东西，你自愿来赞助我的，自愿来赞助我的，我很感谢。可是你因为双明的乱讲话，因为双明乱讲话嘛，因为双明乱讲话，而我没说是谁，因为双明乱讲话而怎么样，而让我们关系变不好嘛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跟你讲啊，乱讲话的是很严重，我知道。可是呢，乱讲话的人是很严重，我知道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吃屎哥没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做，我吃屎哥就是没有讲，我吃屎哥在忙我家的事情，请不要乱带风向。我吃屎哥还有我的名誉我跟你讲，我的名誉是价值非常的贵，我吃屎哥的名誉很贵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因为双明怎么样，你就在那边跟我543，你对我好，我存在心里面，我把这些钱拿去修缮房屋了，你不要那边想东想西，想到我这边想到我这边我跟你讲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怎么对我，我藏在心里面，我很感谢，但是你今天这样子对待我，我也是先忍耐了，
可是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告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告你诬告，而且我手上还有一堆证据，我要告，大家一起来告。哦，台湾是可以提告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提告，但是今天你来告我，我会对你提告，大家是互相的，一起来告没关系，我有证据，好，我都有证据，好，我都有证据哈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有证据，我都有证据，好，我都有询问律师了，我都有询问律师的，好，我都有询问律师的，好，这件事情可大可小，对，然后今天哦，今天如果你让我的名誉受损的话，我会告你损坏名誉、妨碍名誉。对，这个我一定会告。好，那还有今天怎么讲？我今天只是留一个路给你走，留一个台阶下给你用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就算你召开记者会，哪个媒体哪个记者会去理你呀、会去理你呀、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所谓的私人的事情，你自己要赞助我，你还要开这个记者会，岂不是给全台湾看笑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算召开记者会，那哪个记者敢写啦？拜托，哪个记者敢写？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我手上都有证据的嘛，我手上都有证据的嘛，不是说没有证据，是手上有证据，我才敢大声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变成说是一个给人家看笑话的嘛，啊，你就是故意在炒话题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就是在找借口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大家不了解来龙去脉，哦，可以去东信娱乐看一下影片，对，哦今天赞助的东西啦，是心甘情愿啦。假设一个老板啊，一个老板请你们吃饭，吃一餐5万块的餐，好，这5万块餐你们吃好了，老板也说这是老板赞助的。后面因为双明说老板跟你怎么样，然后他去洗脑那老板，那个请你的老板跟你说什么，叫你回请我，你们会不会回请？大家都会觉得看笑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台湾是公平公正，请不要请不要浪费社会的那个资源，因为法官也很忙了，法院也很忙了，警察也很忙了，律师也很忙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人很忙嘛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大家都忙了啊，为什么你还要去找这个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呢？是不是？真的啦，真的，我讲一句话，今天大家也知道说我人不错，我也懂得感恩，开这场直播原因就是因为有双明在起内讧，让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撕破了，那都没关系，因为身为你是艺人，为什么你搞不清楚假账号跟真账号？假账号跟真账号你都分辨不出来，那你凭什么你当艺人？你凭什么你当艺人啊？你凭什么你当艺人？假账号跟真账号你都分不出来，还要经纪人来帮你确定好一下，这个可不可以发啊？什么事情都要经纪人，闪星星，闪星星，闪星星，大家闪我星星哦，大家要闪我星星哦。对啊，大家要闪我星星哦，啊，整天闪晶晶，闪晶晶，整天闪星星，闪星星。闪星星很好赚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闪星星哦，他这样子每天叫粉丝闪星星呐、我没有指名道姓呐、
他怎样？他整天要叫粉丝闪星星呐、好，我跟你讲，他一个月有9万块的薪资，最少9万。为什么？因为闪星星，听说一万闪星星，一万闪星星台币是3000，一万块的闪星星哦，一万闪星，一万闪星台币是3000，是可以净赚3000。粉丝团的闪星星哦，你现在是大家要快点找我看看哦，大家要等快点找我开心的哦。快点小亲亲，你们要亲什么根呢？要封锁的小亲亲的哦，小亲亲，小亲亲，小亲亲，整天那边闪星星，闪星星，闪星星，整天那边闪星星，闪星星，闪星星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1万的闪星星台币是3000，是3000，一万闪星星1万，一万的闪星台币是3000。所以为什么他会开那个直播？因为我要闪星星，闪星星，闪星星，闪星星。对啊，我讲一句话啦，哦，今天赞助就是心甘情愿，哦，对，没有错。闪星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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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星星。我也要闪星星呢，那我要闪星星呢，快点闪我星星，闪星星呢，快点闪星星，很好笑哎。哦，你闪星星那是你家的事情，关我屁事啊！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没指名道姓啊，闪星星那是你家的事情，懂我意思吗？整天那边闪星星闪星星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讲一句话啦，你对我好，我藏在心中，但是我拿这些钱拿去修缮房子了。对啊，这件事情你也知道，你也知道，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还有这样，还有这样，出歌啊，出歌，出歌啦，再来出歌。我先讲一句话，出歌的部分呢、是海天成哥来出歌的，是听我的啦，是听我的啦，懂我意思吗？大家可以按赞追踪海天生技，很多老板很挺我啊，真的啦，哦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所有的直播这个钱，什么叫做我拿人家的钱，不但不感谢，还开直播在那边讲人家怎样？今天我不是讲人家怎样，今天是今天是今天是这个人，他心甘情愿赞助我的，哦，结果他开直播。损坏我的名誉，我有必要开一场直播来澄清这些事实。我今天没有去乱讲任何事情，我对就是我才会开这个直播，懂了吗？哦，说什么今天还开直播讲人家这事实我要澄清嘛，我被人家。我被人家误会，我不能澄清吗？澄清吗？还说开直播讲讲那个人，今天是我要澄清这件事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？我不能澄清吗？什么是真的？今天是人家来赞助我，赞助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人家赞助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不能这样讲吗？今天人家赞助我，但是我从头到尾就是被人家误会，而且还压我说他要召开记者会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没有的事情，你说你整天在那边开记者会，你是来压我是不是啊？你什么咖？我从头到尾我没说谁哦，今天只是还我一个清白，
哦，想看就看，不要整天在那边单双明。单双明的人啊，早晚一定会有报应啊！我忍很久了啊。